日本卡通公仔放上3层白色盒子，靠底下的电子感应变成戏台子。每一个公仔它都可以自己去编辑它自己喜欢的声音，然后当然你放2个上去的时候，它就有不同的对话，变成是我们的布袋戏这样子。模式存在 SD 卡里，自己可以录制对话内容，语言模式自己编剧，切换一下变成 MP3 播放器。或者玩打地鼠吧。那现在打到它的时候，它就会会有像这种哀嚎声。另外，如果没打到它，还会朝向。想玩马尔代也行。学电子做过 IC 设计的吴哲明和3个朋友创业，研发互动公仔展示盒，得到了经典设计奖，却因为通路费过高，让他们惨赔300万。幸好结合声光效果的电子明信片获得邮局青睐，2个月卖了1万张，撑住他们的文创梦想。有新的想法，同配影像给某平用。你讲的是东式的大埔腔，是孔配你送给某平用，想法创新和别人想的不一样。是，声音也是一种美丽的画面，运用的是电子技术，但希望创造有温度、有感情的商品。吴哲明坚持的概念是，把一部分的创意权交给消费者自己去定义。我们要做的是以五感去做出发，一个是说它有灯光，它有声音，然后卡片的触觉我们也要把它弄到很好。日本基督教会正在洽谈拿电子明信片设留言墙，鼓励地震海啸灾民。也有诊所打算把电子舞台当作医疗复健的辅助工具。自己的创业可以帮助人，也鼓舞着吴哲明和伙伴。创业理想不光为赚钱，也多了使命感。上课喽！有新嘅想法，同 Penny 送给某朋友。有新嘅想法，同 Penny 送给某朋友。谢谢宗仪老师。